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日本的疫情情况，甲在咱台湾的疫情是有较共。今日过来是增加15000多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降8.8%。指挥官王必胜就认为讲，第三波疫情上界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啊，确诊者拢已经开始减少。所以讲，过年后就有机会搁放零挂嘴暗的限制，敢若部分地点强制爱挂。国内新冠疫情出现2个主流的病毒株，指挥中心公布上新确诊个案病毒基因的定数，结果发现本土个案为着 BA.5 的有31例 ，BA.2.75 的有28例。本土个案内底，其他病毒的基因定数嘛包括 BQ.1 有4例 ，BF.7 有3例 ，XBB 有2例 ，BA.2 嘛有验出1例。目前为着 BA.2.75 的个案，是强要超过 BA.5 的人数，恐惊会加做主流的病毒株。预期大概在春节连假的期间仍然是会有这样一个双主流病毒的一个状况。BQ.1大家可以看到说仍然是以这个美国这边来的比较多哈，不过亚洲这边也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国家有从我们境外物这边的来源国这边有检出。指挥中心表示，10月新增加本土确诊个案有15409例，比顶礼拜减8.8%。也若台北入境的是新增加223例，死亡个案增加40例。疫情应该是稳定落车当中。指挥官王必胜认为讲，第三波疫情看来高峰期已经过啊，而且确诊人数也有大大减少的趋势。新增了后，翠岩令有机会会做第2阶段的放令。就是说，我们从第5类改成第4类哈，那或者是说通报定义改变，在春节之后哈来做这个启动，或者是说一些更积极的这个行动，我照的这个开放的措施，这一个部分倒是希望说能够在春节过后就开始实施。如果那时候的疫情是稳定的，即马新增的假期就伫要到啊，为着确保确诊的民众伫连假的期间会当有好的医疗照护，嘛当及时摕到口服抗病毒的药啊。指挥中心嘛成立春节防疫专区，互民众来查询。因若美国公布 BNT 次世代疫苗恐惊增加中风的几率，王必胜表示，早起已经伫专家会议讨论，嘛有收集真侪意见。目前指挥中心是无排除会采购，嘛进一步来做监测。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这10年来，30岁到50岁青壮年记忆力、数学计算的能力随提人数增加。专家认为讲，这可能甲受过挖靠手机的生活有关系，甲这款镜头号做手机失智症。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去访问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两国宣布成立经济同盟。阿联是投资南韩300亿美金，发展国防甲能源设施。英国《Times》报道，有67%英国受访者认为讲公共医疗体系品质足歹，而且有85%受访者认为讲英国政府在处理公共医疗体系问题表现较足无好。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的总统拜登将是发表演说，纪念乌人人权领袖金恩博士94岁名单。强调金恩博士照作平等的梦想也未实现，让人认为讲是咧为选后一任的总统铺路。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中国新增大批民众回乡过年，恐惊予疫情拖入内陆，医疗资源较不足乡镇。国际经济专家就烦恼讲，这疫情会阁冲击到全世界经济。来看乌克兰甲罗西亚战局。昨日乌克兰东部城市第聂伯罗有一栋9层楼啊悬的公寓是凶强去互飞弹崩起。咱看边仔这张图，这规栋厝是对中规的陷落，救援人员是出动吊车佮怪手，想尽办法要抢时间，甲吊伫咧内底人救出来。目前至少已经有35个人死亡，70多人受伤，也佫有40多人失踪也未找到。这个第聂罗伯城的位置是伫咧乌克兰甲去互罗西亚占去土地交界，是战争的前线。这回罗西亚军射竟然是反弹飞弹，就是迄款用来对付海上敌军军舰的，这阵竟然是用来射主题区。而且这款 KH-G 飞弹已经真久啊，是苏联时期的武器，所以讲精准度是无介好。这也代表讲，若是一个细角擦，都会造成大批百姓死亡。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批评罗西亚这根本就是恐怖攻击。不过面对这寡指控，罗西亚也是坚持讲，因攻击的目标是军事设施。俄乌军方在高站楼的公寓中一大片已经放落去，一直到15透早，还佫不出白烟。消防人员继续伫随时可能倒去的徛起内底救出受困的民众，也派出所救犬，希望因赶紧找出在地土石下海民众。Десь в районі 19 ми прибули сюди, приступили до роботи, то вже 19 чи 20 годин ми тут працюємо. 这种伫乌克兰东部大都市第聂波罗的高站楼的公寓，14向用俄军用至少5粒的 KH-17反舰飞弹攻击。这种飞弹精准度高，专门用来攻击海上航艦，也被叫做航艦杀手。作为地面攻击，会造成大量百姓伤亡。Посыпались просто осколки, взрыв, я так и не понял, не слышал, не понял как. И упало окно на меня, и все, куча пыли, и потом крики начались. 第聂波罗进入3架爱杜期，市长表示，总共70多户公寓全毁，200多间受损，要救出生还者机会真小。当场治疗的伤者也有1名9岁查某囡仔。俄国国防部15表示，第聂波罗的轰炸锁定是军事甲基础设施。俄国总统普京事后也强调，对乌克兰军事行动一切按照计划进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轰炸面体都是恐怖攻击，也指责俄国民众对这种邪恶行为拢点。На тех, кто его боится и пытается сторговаться. И когда оно придет за вами, некому будет вас защищать. 美国新闻周刊报道，俄国入侵乌克兰了后，已经用超过210粒的 KH-17反舰飞弹。不过，乌克兰目前的防空系统无法度拿查这类型的飞弹，所以才希望美方提供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公司新闻记者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参国家机密文件争议是已经愈来愈背袂清啊！顶礼拜讲是无注意到藏着所在，不过前2天却是搁伫伊的徛家找到5页的机密文件。拜登迄边是已经主动交予司法部，目前独立特别检察官是当咧调查。不过在野党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是怀疑讲调查敢无法度保持公正，所以讲表示会全力监督。拜登文件门风波愈加愈大，各第3批文件被发现。耶律师拜勒表示，各地的徛家发现5张机密文件，已经交予司法部官员。去年11月到17月，拜登伫华府的智库办公室，甲伫德拉华州的徛家车库甲册房，连续被野车发现机密文件。这文件拢是拜登做副总统任内所收藏，其中部分伫其中选举进前就发现，即马才慢慢互人压出来，互外界真着惊。进前司法部已经指派特别检察官赫尔对规事件展开调查。He is, I believe, highly regarded as being a person not only of integrity but impartial in his analysis. I think he tends to be considered more in the Republican side of the aisle, only in the sense that he was appointed, I believe, by President Trump to be U.S. Attorney in Maryland. 赫尔虽然是川普任内所任命检察官，不过共和党人并无满意。目前众议司法委员会已经对这事件展开调查，监督委员会也要尽紧启动调查程序，要求拜登提供徛家访客记录。众议议长麦卡锡是表示，会调查司法部的处理是不是有偏心的行为。Well, it just shows the hypocrisy and why the American public does not trust their government. You know, Congress has an independent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to oversee all aspects of the Justice Department, and that includes special counsels as well. 这代志已经对拜登形象造成重大打击，共和党人向其照地发挥，和拜登竞选连日计划受阻。公司新闻将回面评价。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前后已经执政15年啊，身躯顶是牵涉贪污、诈欺、背信、济官司。这回伊阁坐起伫总理的大位，竟然是用司法改革做理由，想要定做最高法院，要互国会有权力会当否决最高法院判决。真若真正通过，等于就是化解伊身躯顶的官司，引起民众抗议。昨日首都就有超过8万人就地示威。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伫14日有超过8万位示威者，甲市中心的路开甲满满。
其中有一名示威者想要封锁市区的主要干道20号高速公路，和警方强烈阻挡，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尽管大规模的街头示威也出现在咧耶路撒冷加海法等大城市。We came here to fight for the democracy, and we would like to say that the current coalition in Israel would like to change the regime to make us like a dark regime in the world, and we will not accept it and will fight for this democracy. 司法部长来源几天前宣布，会透过成立审查委员会来定做最高法院，同时和国会以简单的多数决来推翻最高法院裁决的权力，引起各界不满。有人认为安尼始作是为了要替贪腐早期背城顶官司真多总理纳坦雅胡解套。לפני חודשיים התקיימה בישראל הפגנה ענקית. הם כל ההפגנות. מיליוני אנשים יצאו לרחובות כדי להצביע בבחירות. אחד מהנושאים המרכזיים שהם הצביעו עבורם הוא ביצוע רפורמה במערכת המשפט. 民调显示，民众对司法改革的看法已经无相同。13频道电视台顶礼拜调查讲，53%的受访者反对，只有35%的受访者赞成纳坦雅胡政府所提出的司法改革。不过14频道12的调查是讲6%的人赞成，3%反对。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国际动保人士礼拜伫咧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市中心，是老体倒伫咧涂骹，抗议北动物批做啥伤过残忍。因指控讲西班牙到当也是有皮草农场，用真粗残的方式咧杀动物北皮。因为抗议的迄当时天气只有2度，这寡动保人士哪皮皮带哪抗议的决心，向未少民众支持。La crueldad no es elegante。规身躯无穿衫倒伫涂骹，各人计会都是希望政府社会重视动物权利。国际动保人士15伫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倒伫一间购物中心头前，抗议流行界使用动物的毛皮。迄一天，马德里气温只有2度左右，动物团体皮皮带咧抗议，得到围观群众的呼声。领袖加军的举动，就是希望让政府甲社会了解，真正动物伫无人道情形之下，互人害死，只为着关注人类的需要。¿Vale? Y después de todo esto, de 6, 8, 9 meses de vida, de tremendas condiciones, se les arranca la piel, muchos de ellos en vida. A veces se les electrocuta sin dejarles completamente muertos o en cámara de gas que no les deja del todo muerto tampoco. 西班牙有32座毛皮农场，每年饲差不多75万只动物。动物团体进前近日水调农场，发现因不止被关伫真下篮底，太方式也无真多，佫造成环境污染。只为了一顶貂皮大鱼，到50到60只，只有8个月大水貂被牺牲。因要求关西班牙所有的养殖场，也要求欧盟禁止相关产品进入欧洲，目前已经将近130万人响应。欧盟委员会爱做出回应。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辑。特斯拉电动车顶一日宣布伫咧中国降价，即阵风声讲美国甲欧洲的介绍嘛要对咧降，上济是降2成。这互袂少只拄买车的民众是足无欢喜的，因为讲根本就去互拗去。一般来讲，产品落价，消费者会真欢喜。不过，去年底买特斯拉的车主是了一个真食力，因为10天前特斯拉才调降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介绍，落价幅度上济有到2成4。即马美国甲欧洲市场嘛伫咧办理。特斯拉美国官方网站12调降全系列车型的介绍，降幅度为6%至20%不等。其中落价就上济是 Model Y 长途续航版，一个手减13块至52999块美金。等于是翻机2成，也若伫德国卖了上好的 Model 3甲 Model Y， 才无共货币的等级，介绍落1%至17%。其他包括奥地利、瑞士甲法国等等的国家，特斯拉嘛同款有变较俗。特斯拉的这波降价是引起各地真侪打车买车的人强烈的反弹，甚至骂马斯克是变神啊！高达也受袂少中国的消费者去特斯拉的销售中心，要求爱甲因赔偿。是我受不了的是这种一面在推广，一面在给你降价的这种，就好像今天来跟你说一下，这个我给了你多少优惠，明天一巴掌甩过去，我就是不给你了，我就是让你亏了，你怎么办？我觉得我们下一步的还是会找到那个特斯拉进行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维权。
特斯拉的官方网站已经表示，要甲这个讨赔车主补偿。特斯拉小连续大降价，主要是为着要刺激销量。不过降价利润来维持业绩的做法，嘛引发市场的烦恼。特斯拉德国股价拜五大落3.8%，美国盘中嘛跌落6.4%。也若二手的特斯拉，行情嘛因为新车落价，嘛在咧做回落。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我近北京，互人讲是全世界上介寒的城市洛西亚雅库茨克，昨是降到零下50度。伫咧外口做生意的喜欢仔讲，连喘气都真困难。而且气象部门阁警告，可能会继续下降，降到零下62度。伫俄罗斯雅库茨克这座位伫莫斯科以东大约5000公里的扩散辖区，昨午下昼1点43分的气温是摄氏零下18度。路透社甲法新社报道，北极有冷空气流南，迄天气温降到摄氏零下50度。那这甲在地人惯习的零下10度，又搁较冷啊。Ну и как вам по ощущениям эти морозы ощущаются вот вам, как жителю Якутии? А нормальные морозы или нормальные?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се-таки все равно аномальные они уже, потому что так долго и такие низкие температуры стоят. 街道喜欢仔直接将气息放伫街仔顶，大地气温是天然冷冻库，规个城市雨并无打着。好佳在是，因做生意爱行来行去，伫低温中较袂遐艰苦。Ну что-нибудь еще, кроме тепло одеваться, там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лайфхаки, что-нибудь такое? Ничего нет. Просто главное потеплее одеваться. Капусту, так скажем, да? Ой, очень холодно стало, тяжело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дышать, двигать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на нас 100 одежек и все без застежек.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конечно, работать. 那外出居民穿少的秘诀就是弄长车手套，围2条围巾，为头保暖到脚。当地气象部门已经警告，因为一场异常极长的寒流来到，部分偏远地区气温有可能降到零下62度。公司新闻吴伟廉编译。英国伦敦的康登区域正在做高架铁路的工程，按算由纽约去空中飞航，上近2025年就会做好第一部分。不过，这条1.2公里长的铁路要开1.2亿的代票改造，有民众是认为讲，即摆英国经济协会是不应该安尼做。我40年无使用的铁路规片爬远，唔那互暖风乱飞，欠美感的外观可是破坏市容。伦敦空中地区力推废弃高架铁路再造，想要学纽约曼哈顿打造空中铁路飞航。We love the High Line in New York and very excited that the same company are involved in this one. And there are so many tourists going through Camden every day. It'd be great for them to have a different viewpoint. 这条大约1.2公里长的铁路建伫维多利亚时代，连接空中区甲闹区国王湿地车站甲国际车站圣潘克拉斯4区位，因为用行的就会当来回两地，真有发展实力。目前的设计蓝图拍算保留高架桥基础结构，用实在甲艺术创作重新设计废弃的月台甲楼梯，估计会开3500万英镑。不过英国最近时机真歹，第一阶段资金恐惊无遐尔简单处理。And the next phase of the funding is going to come from a selection of sources to fund the first section, which is going to be about 14 million quid, which is a lot of money, but we think we can do it and we can see where it's going to come from. It's less than a mile. So the value for money aspect has to be looked at. 空中镇有闹热的市集，甲真侪酒吧夜店，真受国内外游客喜喜。不过长期以来，也是伦敦犯罪率上悬的区域。这几年积极转型，引进投资，像河边废弃区域，就改建做商场甲公机公具，真侪大学宿舍也拢进驻。不过兴建空中飞航到底敢会当活化老商圈，无定定也需要专家甲当地人进一步讨论。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